太和廣場東翼百匯軒飲茶。港鐵太和站 B 出口出站後搭電梯就見到酒樓喺對面。星期一至五早茶6點半至11點半，下午茶2點至4點。星期一至五茶錢10蚊，早茶同下午茶一樣。早茶魚肉煎釀茄子11個8，味道一般，抵食。南乳蒸豬手11個8，唔係幾腍，味道 OK。鹹魚肉餅飯22個8，夠熱都幾好食。早茶點心11個8起，孖寶38個8。下午茶孖寶39個8，蟹子燒賣王有冬菇、蝦同豬肉，唔錯，好食。羅漢上素腸嚟錯咗叉燒腸，腸粉幾滑，叉燒好味。蛋黃蓮蓉蟠桃2隻，小點18個8，餡料較少，味道可以。下午茶點心17個8起，燒味湯粉21個8起。星期一至五早茶同下午茶，小點18個8，中點25個8，大點29個8，特點32個8，頂點35個8，其他時段就貴啲。